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半个小时了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你先等我一下吧，那是我前男友，我先去给他说清楚。去吧，我等你。这是我给你炖的鸡汤，你趁热喝了吧。我看你最近身体有点虚。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也知道一个女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相信你以后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女孩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是我一厢情愿的，只要你幸福开心就好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傻呀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他在等你，我先走了。看好了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吃西餐。你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那当然了。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喜欢我吗？那肯定的呀。你不会后悔吗？肯定不会后悔啦。那现在只有你才能帮我了。你有病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？你是不是因为我钱才跟我在一起？是不是想令我给你治病啊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放心，虽然我没有他那么有钱，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。你安心养病，其他的都交给我。养病？养什么病呢？那怎么行？就算我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走，我们现在去医院。你这个傻子，病历是假的，我不试探一下你们两个，我怎么知道谁对我是真心的？啊？假的呀？这鸡汤还热吗？冷了。